卖笑想要栽赃，卖笑想要栽赃，卖笑想要栽赃。卖笑想要出后步，卖笑想要出后步，卖笑想要出后步。好，就谢谢哈。好，绝对是其来有志啊哈。尤其是我回到云林县来哈，跟我的对手已经交锋了、交手了，已经有20几年哈。我的对手的话会出什么可能奥博哈？我想的话，云林人也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我只是担心了哈，因为检警调会绕路哈，会绕路这个对手哈，对方哈所设计的这个陷阱，这个陷阱呢会影响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什么？也会伤害到检警调的办案的公正性跟独立性哈。我这一点就去提醒检警调要注意，因为过去的时候大小不一的选举其实我们吃了太多的亏哈。我刚有特别举了一个案例，2012年蔡英文跟李进勇在选举的那一年。你看检警调呢，就去搜索我们土库竞选总部总干事的家里。本来的话还要到什么？还要到虎尾镇德兴街我们的总本部那边去搜索。因为李进勇的话，毕竟呢在法务部里头他待过，所以他当时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非常的愤怒，就把大队的我们的助选人呢就带到地检署来抗议。也因为这样子的话，才阻止了检警调那一次的话进入到我们的总本部的搜索。当然的话，也许检警调、地检的话，他可能会否认这一切，但是老实讲，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当时的话，2012年的选举，我们的总本部了几百只的小猪了。这个几百只的小猪万一的话，随便一个怎么样的话被栽赃的话都有可能。还有的话，我最近的话就是陆陆续续的听到对方的出真侪奥博，后来感觉我这个对手了，我感觉伊就保守真侪了。老实讲，跟他们家选举是啥？你如果不是跟他们交手过有经验或是说你对他们因为出的奥博行你太了解太清楚行这场选举真的是你真的很容易的话就会被地方怎么样？会被地方击溃的所以我在这边公开呼吁检警调不要绕路对方设计的陷阱。大家因那种的选举是咧拔头壳的就对啦，那是头壳做的就对啦，专门拢咧设计剧本。你如果听到他们的谣言听到他们的俄语在放他们真的是剧本还真的还有故事但是整个是荒谬到极点的对吧？我必须在这边重申我们苏家从政的话已经过了60个年头，从我爸爸、从我妈妈到我的姐姐到我们这边来的话，我们从来都不会买票，我们也不允许也不允许我的朋友的话帮我们买票所以结果在这个分年嘛，剩下19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你们要谨慎，你们任何一个动作来讲的话，你们证据一定要有充分性好，好。好，谢谢，好，谢谢。